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属天的粮食。在我们领受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再一次的同心来祷告。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门敞开。自古以来，你喂养你的孩子，你通过一个圣洁的祭坛，让属于你的孩子们能够在祭坛前来遇见你。今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学习如何建筑祭坛，在你神圣的地方来与你相遇。恳求你的灵敞开天，带领你的孩子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见到你的容颜。我们在你的面前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在今天的礼拜当中，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在圣经有很多图像，有一个图像谈到祭坛。祭坛对属神的孩子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图像。有关于祭坛跟献祭，对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因为在圣经当中记载了许多人遇见上帝，在祭坛的面前，他的生命被翻转。在今天的清晨，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我们跟神求说，让我们的心灵的圣殿就成为神永远居住的一个神圣的地方。我们在神的面前，当记得属神的孩子，当摆设祭坛来敬拜我们的上主耶和华。祭坛在圣经的里面，它至少有过去、现在跟将来。过去是谈的有关于祭坛的圣经的经文的记载，就是记载圣经人物如何经历到神的存在，跟神面对面的时候，他们所遇见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呢？现在这个祭坛就象征着一个属神的孩子的团契，或者一个个人，渴望能够通过祷告的祭坛，能够呼求神的名，在祭坛的面前来与神相遇。那将来呢？将来就是当我设立的这个祭坛，是让我的邻舍，让我的亲人来明白说，一个基督徒他在祭坛前就是在告白自己的信仰，也邀请还愿意让神福音进到他生命的人，能够通过这个祭坛来寻求神。祭坛从圣经的故事开始，所有的记载都是有关于神亲自愿意跟人见面，特别是用神圣的地方。所以耶和华说，在这神圣的地方，你当纪念我的名。每一个纪念神的名所设立的祭坛，成为神所喜悦的祭坛。所以祭坛在整个圣经里面至少有几个图像，我愿意用这几个图像来邀请弟兄姐妹安静来默想，也能够了解圣经所谈到的祭坛是何等的荣耀，它充满了奥秘。第一个，圣经所谈的祭坛是人与神相遇神圣的地方。圣经有许多的地方，包括雅各在伯特利的夜晚，在睡梦当中看到天门未开，天梯下来，于是他就设立了一个祭坛。圣经有许多的故事都很美丽，他谈到了人跟神相遇的时候，人就赞叹了神的亲自临在，他就为了神的容颜，为了神的恩典，他就愿意设祭坛来纪念上帝。第二个，祭坛经常是当人与神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得到翻转，所以他们就纪念在这个地方他与神相遇，世世代代的子孙就因着这个地方，不论所命名或者这个地方所设立的祭坛，他世世代代的子孙就记得这是我们的家族生命翻转的地方。第三个，那祭坛它在我们今天我牧师跟大家的分享，我要跟大家来谈到3个信息。第一个，祭坛是什么？祭坛当然很清楚的就了解，祭坛就是献祭的地方。第二，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的教导跟圣灵的感动之后，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学习去询问神所喜悦的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有教导有关于基督徒当寻求了解神所喜悦的祭。圣经也很清楚的谈到，当献自己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圣灵的帮助读懂圣经，读得懂圣经的教导，圣经就告诉我们神的美意，神的心意。神看什么为美好，我们就献什么给神，不是我们想献什么给神，而是神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摆上什么样的一个祭品。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记得今天的礼拜是一个邀请，今天的礼拜是一个呼唤，今天的礼拜是一个纪念我们的信仰的前辈保罗。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当献自己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各位弟兄姐妹，将我们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将我们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我将我自己献给你，如同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用他自己的生命献为活祭。我们的今天，我们来认识圣经里面所谈到的有关于祭坛的几个图像。第一个，祭坛是谈到什么呢？当然它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所以这个祭坛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在圣经是记载在第一个故事，就是挪亚的故事。当大水毁灭了大地，当挪亚被释放出来，从方舟里面得新生命的时候，他的家族就在这个重生的一个时刻，他就摆了一个祭坛。创世纪第8章20节，圣经如此记载：当他献了这个祭，馨香之气就被神所悦纳，神就与挪亚跟后代的子孙立了永约。他说：我不再用这种大水来咒诅这块土地，从此以后，这块土地的所有的生生不息的万物将如四季的运转，蓬勃的生命直到永远。各位弟兄姐妹，一个馨香之气，它被神所悦纳，它就成为万世后代子孙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图像当中，第一个祭坛是谈到一个神圣的敬拜上帝的地方。有人用看不见的心灵为祭坛，有人在一个充满了一个庄严的一个礼拜堂。每当我们不论在有形跟无形的地方，还我们分别为圣，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在敬拜的当中，人的生命就得以翻转。第二，祭坛他所谈到的一个图像，他谈到的就是人与神相遇的地方。有许多的美丽的故事，不论是在夜晚，不论是在白天，人与神相遇，就发生了他生命当中很关键的智慧，很关键的生命的一个转捩点。每当我们恳求神降临的时候，我们敬虔敬畏的祷告，我们的心，我们所处的房间就成为神临在的地方，与神相遇。所以雅各在他父亲所挖的一个井，叫做别是巴井，在那个地方是以撒挖出来一口活水井。后来雅各重新再归回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夜晚，他遇见了神，神跟他说：我就是你的父亲以撒的神。神再一次的跟他谈到他跟他的家族所立的约。所以祭坛就是一个人与神相遇，人与神重新立约，也是人将自己委身献给上帝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图像他谈到的，神的祭坛就是神的桌子。在旧约他很清楚的谈到，祭坛就是上帝的桌子，在这个桌子上不能用一些污秽的东西，当献洁净的祭品。神的桌子直到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就让我们完全的了解新约旧约所谈的祭坛，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就了神所应许全备的一个祭坛。
耶稣自己成为一个救恩的祭，耶稣自己成为一个十字架的奥秘。耶稣也摆设这个宴席，如同大卫说：“神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生命的宴席，摆设宴席。”耶稣说：“当你们吃这饼、喝这杯，当以此纪念我。”这是耶稣基督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的宴席。各位弟兄姐妹，所以在圣经的这5个图像，不论是祭拜上帝的地方，不论是与神相遇神圣的地点，不论是人敬虔的祷告跟敬拜的会所，不论是人与神立约的一个神圣的、一个神秘的、个人专属的一个立约之地，甚至当我们在教堂里面共守圣餐的时候，神所摆设的这个生命的宴席，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在今天，所有的祭坛最重要的奥秘，以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为最高潮。祭坛的献祭也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得以完全敞开。从此以后，所有的基督徒不需要再通过祭司，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成为活祭，所以在新约的世代以后众教会就少用这种祭坛跟祭品，将祭坛跟祭品就化为祷告跟敬拜，所以耶稣基督就成全了神的律法。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效法耶稣所带来这种救恩的祭。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是通过献祭，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带人进到神的面前，与神合而为一，重新的和好。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我们懂得，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圣经的图像，有关于祭坛跟献祭，那第二个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的，就是如何在神的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的祭。诗篇，今天我们所共同领受的诗篇51篇，是大卫有关于设祭坛神给他的呼召跟他的回应。所以诗篇的第51篇第16节，大卫跟上帝回应说：“你所爱的祭品，你若爱，我就愿意奉献给你。”神所爱的到底是什么？大卫深深的了解神的心，他知道最重要的祭品就是自己，最重要的祭品就是生命，最重要的祭品就是与神亲密的关系。这一切胜过那些屠宰的羔羊、公牛，甚至所有的一切的祭品。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什么是最美好的祭品？诗篇第51篇第19节，大卫对神恭敬地说：“你所喜欢的是义的祭，是燔祭。我将在你的面前，我将在你的祭坛摆上我自己。”各位弟兄姐妹，大卫所讲的公义的祭到底是什么意思？公义的祭这个字本身，这个义不是人眼中所定论的，不论我们所定论的道德规范或者律法条款，圣经所谈的这个公义的祭，在真正的原文，它的意思是义。义就是上帝所看作好的，上帝所看作美好的事情，我就照这么样的去做。上帝所看作美好的，我就将它摆上。烧祭是所有旧约世代里面五种献祭的方式之一。燔烧之祭在这个地方所谈的，他说整只的公羊，大卫说我要献完整的一条公牛，将这个完整的祭品来献给上帝。所以燔祭经常是代表全备的、完整的、圣洁的、感恩的祭。其实不论是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约书亚，甚至一直到流便、基甸，在旧约这几个设立祭坛来献给上帝的最初的教会的一个信仰的前辈，他们所献的祭都可以成为馨香之祭。馨香之祭最重要的美意就是感恩与敬拜。
所以今天大卫所谈的，我献上公义的祭，我要献上燔祭，也就是将自己摆设成为馨香之祭。待会我们在读到保罗的他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会说：“我劝你们献自己为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贯穿圣经来领受明白神的心意。先知何西亚第6章第6节，先知如此说，他传递上帝的话语。神说：“我喜爱良善，胜过于祭祀。我喜爱良善，胜过于祭祀。”各位弟兄姐妹，神自己表明，我希望我的孩子将自己的完美、他的生活、良善的心、干净的灵、怜悯人的心献给我，胜过于他带到圣所或者教会里面的物质上的奉献。各位弟兄姐妹，献祭的神圣原则有关于今天的教导，他谈到了这个公义的祭。其实圣经有很多的经文，神已经立定了，就是一个圣洁无瑕的意思。所以神说，你为我雕刻祭坛的时候，摆设石头的祭坛，所有在祭坛上的石头不应该用铁器来敲打，它是应该是原始的、原貌的，是完整的，是清洁的。所以一直到新约，耶稣赞美那个妇女，那个妇人献给他的纳达香油，那个是一个完整的、无私的、全心全意的。这是在旧约跟新约就吻合，成为我们对祭坛全备跟神圣的意义的了解。在旧约的经文，他谈到这个全备的祭坛的时候，他用一个字叫做 shalom。shalom 这个字，我们经常通常读到的是 shalom， 是平安这个字。其实 shalom 是源自于 shalem，shalem 的意思是一个 perfect， 是一个完美，是一个整全，是一个无瑕疵。圣经约书亚记第8章第31节，历代记下16章第9节，都谈到了上帝要他的子民在设立祭坛的时候，必须要用一种完美的、起初的、原始的、原貌的石头，而不是用一种拼凑的，是一个有瑕疵的。所以首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摆设祭坛的典故，是源自于出埃及记第20章24节、25节。当摩西被神呼召在西乃山上领受神的话语，这个民族将成为一个新的家族。摩西在山上领受神的话语，就成为世世代代所恭敬遵守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教导的10诫、10句话，就是在这个当下，神颁给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也成为世世代代领受神，唯独敬畏耶和华，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神的子民。所以当神将他的话语赐给摩西，带给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吩咐摩西为他筑坛。他说，往后如果你为我摆设祭坛，记得你为我摆设土坛的时候，必定要在我分别为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特别谈到凡记下我名的地方，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意思就是我看为神圣圣洁的地方。各位弟兄姐妹，哪一个地方是神看为美？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所以人的内心干不干净，人的内心是否敬畏神，神知道。所以当我们用内心为祭坛祭拜上帝的时候，上帝知道。当我们用敬虔的心，用干净的灵，用一个忏悔的心，在神的面前忧伤忏悔，神就知道那个地方是我愿意按手，我愿意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是来自于神，所以上帝要摩西为他筑这个祭坛。第25节，上帝说：“你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这一句话从此以后就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建立祭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完整的石头，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一种完整的心，要献给上帝，是要将最好的福分、最好的那一份来献给上帝。所以，我们古代的前辈基督徒，他们经常都渴望他能够将他的出生的、头生的第一个长子，能够分别为圣献给上帝，如同旧约里面的出熟之果。各位弟兄姐妹，约书亚记第8章第30节，约书亚就照着摩西的这种脚步，所以圣经如此记载说，约书亚在巴路山上为耶和华建筑了一座祭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是整石头。我们的中文的圣经他写说整石头，他应该这么翻译说，是一块完整的石头，是一个原始原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字 Shalem， 一个完整的石头是神所喜悦的，它带有一种信仰的神圣的启示。这一个完整的石头是代表人全心全意全力全性，人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就是用一个完整的心将自己摆上。这种的祭，这种的祷告，这种的敬拜为神所悦纳。所以历代记也是一样，历代记下第16章第9节，他谈到耶和华的眼目在寻求他能够使用的仆人。圣经如此记载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存诚实这个字，也就是刚刚我们读到的约书亚记第8章31节，整石头这个整。所以我们通过这种经文跟经文的互相的对照跟教导，我们就了解为什么神要摩西摆石头祭坛、燔祭的祭坛的时候，必须不要用打碎的。或许就是告诉我们，你带到圣殿来献给上帝的，不是零用钱，不是你用剩下的、你多余出来的，你才愿意摆上在祭坛上，不是，而是你起初的第一季出熟之果，你心中认为最美的，你献给孩子的，你献给上帝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愿上帝悦纳我们，也用他的灵来教导我们，能够读得懂这种受祝福的诫命，让我们读得懂这种受祝福的诫命。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遵守神的教导，我们的家庭从此以后，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会被神所悦纳，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如同耶稣所赞美那个妇人，为他摆上十字架的救赎的十字架的恩，十字架的一个奥秘的时候，在耶稣要钉十字架之前，这个妇人为耶稣摆上的那达香油，愿我们的一生也能够破碎为主，我们摆上最珍贵的。门徒不了解，甚至虚心假意。他说，这么昂贵的东西，如果用来拯救、来拯济、来帮助贫穷的人，那多好。其实神耶稣基督知道人心其实不是那样。今天大卫所给我们的诗篇第51篇第17节，神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看轻。上帝所爱者就是忧伤的心，上帝所爱就是忧伤痛悔的心。这个地方谈到两个字，第一个就是灵，另外一个字叫做心。心这个字在原文叫做 leb， 它其实就是我们在谈的 ego， 就是自我。但是忧伤的神呢，忧伤的灵是什么？那个灵是罗啊，就是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神将他的灵气来注入在亚当的身上，从此以后，人类就带着神的灵
就是这个鲁啊这个字。这个字在生命在新约的教导 ，ego 另外一个字叫做 autos， 就是我自己，我一个神圣的我，一个血气的我跟神圣的我，在这个地方全然的摆上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他摆上的这个祭，他说：忧伤的灵，忧伤的心，神你必然不看轻。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当献为火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通过今天的礼拜，通过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向他的一个呼求，今天的礼拜将成我们生命翻转的一个神圣的时刻。今天的礼拜堂将成为你与神相遇的一个祭坛，你的心灵就是你建筑的礼拜堂。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大卫的祷告说：忧伤的灵，忧伤的心，是神所不遗弃，神所喜悦的。让我们按手在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跟神摆上自己说：神啊，我的愚蠢，神啊，我的软弱，神啊，我自己的所有的软弱，在神的面前，神你让我这个忧伤的灵因着圣灵的充满，我成为一个复活的孩子。愿神聆听我们谦卑的祷告，在今天的礼拜当中，用他的话语铭刻在我们的心中，用他的灵来点燃我们心中的祭坛，让我们里面的这个 ego 这个自我血气的我，能够跟神的灵互相的连结，从今直到永远。愿神聆听我们的祷告。最后，我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筑祭坛，不论是在你个人的祭坛，不论是你的家庭的祭坛，不论我们共同服事、我们共同聚会的礼拜堂教会，愿神让我们所摆的祭坛能够成为神所悦纳的祭坛。所以最后，我们来到保罗对我们的一个呼吁跟教导。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跟神说：神，我将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我要学习我的信仰的老师保罗，我愿意将我自己摆上，成为一个活祭。我知道我不配称自己为圣洁，但是我知道我应该要用干净的心，因为我们的教会教导我们说，要畅饮干净的水，必须拿干净的杯子来领受。亲爱的上帝，我在你的面前，我将我自己交给你。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安静的听。或许现在上帝的灵在问我们：你愿意将什么献给我？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圣灵现在在告诉我们，提出他的呼吁说：我的孩子，你愿意将什么献给我？我们不愿意将我们忧伤的灵跟我们从心里面最真诚的敬畏，就摆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在你的祭坛上，神，我愿意在你的祭坛上摆上我真诚的敬畏，将我自己摆给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堂跟随耶稣基督的典范，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贵为神的独生子，贵为上帝创造者之一，与神同创造天地。我们的主耶稣竟然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了你，为了我们的主耶稣被摆在祭坛上。他不为自己辨别，他也不为自己伸冤，他默默地走上各个他在十字架上说：成就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成了这种救恩的祭，是活祭，是还祭，是神所赐的赎罪祭，是神所赐的平安祭。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就是从此敞开的救恩的门。所以今天的教会不用那么繁杂的许多的礼拜的仪式，所以许多的教会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馨香之气的这种摇祭啊，还有还祭啊。所以甚至我的教会的青年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有看到有一些教会他们有焚烧那种
那种馨香之祭的这种仪式。他们不了解，其实他们所烧的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我们称为乳香的祭，因为在旧约里面，他谈到了素祭，有一种祭，就是用面粉、麦子所磨成的无酵饼。有时候会在无酵饼要献给上帝的时候，他们加上一种树的一种树的乳汁，叫做乳香木。乳香木所流出来的它的树脂，能够混杂在这个面粉，它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最贵重的一种香气。所以当耶稣来到世上，博士所献给他的其中的一份礼物，叫做乳香。各位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教会很美的传统。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复活的救赎救恩的工作，所以许多的教会，我们今天不一定保留这种焚香的这种的仪式，而是诚心的用我们的祷告成为一种馨香之气。不论是有形无形的这种礼拜，神都悦纳。愿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典范。耶稣基督就成就了在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叫做大祭司的角色。耶稣成就了 one for all， 就是他一次的十字架的救赎，就成为永远的救恩的依据。所以当人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在传统的教会，他的字叫做 Pontifex， 这个字其实就是拉丁文来的。这个字是来自于两个字，前面的 pon pons， 这个字其实就是道路跟桥梁。那后面 fex， 其实那个字是建筑的意思，整个加起来意思就是成为一个造桥的人，成为一条桥，成为一条道路。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它的原意。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祭司，他成为一个祭品，他成为一个祭坛。各位弟兄姐妹注意听，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祭司，成为一个祭品，成为一个祭坛。所以我们成为他的孩子，成为他的门徒，我们本身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跟随者。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成为一个祭品，我们本身需要成为一个献给上帝的活祭。我们必须学习耶稣，成为一个祭司。让我们在今天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的为自己的生命做祷告。我们跟神说：神，我真的不配当你的祭司，但是我愿在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认真的学习真正基督徒应该拥有的生命的馨香之气。求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进到我的里面，搅动我的生命，洗净我的灵，让我的里面带有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各位弟兄姐妹，记得我们是上帝的祭品，我们是献给上帝的祭品，我们是敬拜上帝、敬畏上帝的祭坛。我们本身站在祭坛前，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亲友就因着看到我们敬虔跟神圣的背影，他们就会被神所吸引。我们本身就如同耶稣基督，成为一条道路，成为一个桥梁。愿我们在今天最后的一个自我的尾声跟自我的决志，我们跟神说：神啊，帮助我建立我个人的祭坛。神啊，帮助我在我的家庭建立家庭的祭坛。神啊，帮助我，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敬拜你的献祭的祭坛。各位弟兄姐妹，要经常建立个人的祭坛，要在你的家庭带领你的孩子在祭坛前敬畏耶和华。你知道吗？在家庭建立祭坛的人，这个家庭是蒙恩的家庭，你相信吗？众教会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黑暗的世代，摆上了上帝一个祭坛，让所有的人知道这个祭坛不是巴力的祭坛，这个祭坛不是敬拜马门的祭坛，这个祭坛如同以赛亚他献给耶和华的，是那些巴力的祭司没有办法
不配领受耶和华的所悦纳的一个祭坛。让我在神的面前摆上自己，让我们恭敬来朗读保罗所带给我们的话语。他说：“兄弟啊，所以我因着上帝的怜悯，劝你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活祭，是活的，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是你们心灵的服事。上帝所喜悦的，就是我们真心诚意的敬拜。神灵的心灵的服事，这个字其实说可以真正的原文的意思是心灵的敬拜。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我们的内心来敬拜上帝。在最后呢，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愿意，愿上帝大大祝福你；如果你愿意，愿上帝亲自从你的手领受你所摆设的祭品。我们一起共同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说：神，我将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神，我将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或许我只是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但是上帝，求你将这五饼二鱼高举，你为我祝圣，你按手在我的生命。当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上帝你按手在每一个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享受成为活祭，生命得以翻转，生命得以尊荣，你的国度临到的权柄。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跟神说阿们。我愿意将神在你的面前摆上我自己的生命。最后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祭坛不只是为基督徒，我们的祭坛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家族，我们的祭坛也绝对不只是为了单一的自己。基督徒的祭坛如同耶稣基督，他是为世界而摆设的。各位弟兄姐妹，请注意，耶稣基督的祭坛是为全人类所摆设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成为神国度的祭司，何等的尊荣！神呼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成为活祭，为世界摆上世界的祭坛。愿上帝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领受圣灵所搅动的火热的心，直到永远。愿神的圣灵带来天上的火，能够点燃你心中的祭坛，从现在直到你生命的尽头，永远保持着火热。神的全能与你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同心来祷告。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在你的圣殿，我们向你仰脸，我们渴慕见你荣光。在你的祭坛，我们渴望你的天门为我们敞开，降下圣灵的火，点燃我们心中的祭坛。亲爱的圣灵，求你让众教会的祭坛是永不熄灭。求你恩膏祝福普天之下凡呼求耶稣基督为主的教会，都为万民摆上世界的祭坛，从今时直到永远。愿你掌权，愿荣耀归主，直到永远。阿们。愿神的平安与大家同在。阿们。